但係因為佢唔知道話咧，你打江山我可以用共產主義，打天下我可以用嗰個馬克思嘅理論。我打江山嗰陣時冇人幫自己，我要借蘇聯嘅勢力咧，即係揾個大佬挨住，有人俾軍火，有人俾經費㗎嘛，你點打江山啊？但你打完江山咧，翻嚟咧你就抌叉底你堆嘢啦，就唔好成日攬住一把鐮刀一個錘仔啊！撲街你睇啲黨旗嗰時候叫你改黨旗㗎，屌你咁啊你大佬，你仲都唔得文明嘅，仲整支黨旗一個錘仔一把鐮刀，射人都會癲啦，係咪啊？唔通整搭人民幣喺度？但佢都好過，唔係佢都實淨喎，佢好過我哋香港嗰朵區旗喎。有花空花無果，同埋佢用白花大孝咁樣樣啊嘛，所以香港咪撲街咯，用白花屌你！你睇嗰幾個部隊嗰頂帽點樣整咗白花俾佢揾撲街啊？因為當年設計呢個區旗嗰個幾個冚家產咧，係好撚慘嘅人物嚟噶嘛，周身債噶嘛個撚個。你查翻歷史係咪我講？真係以前個係唔撚掂啊班人！你揾一班冇運嘅人嘅行設計一朵咁嘅區旗，大白大孝嘅表出嚟整花，成日掛撚錯噶嘛！佢朵花又唔知左轉啊右轉，嗰塊反睇唔清又掛錯，我掛錯咁賣個報紙。成日都錯啊！印郵票都印錯。你睇下我五愛之旗啊，蓮花嚟噶大佬，有框噶大佬。嗰朵蓮有蓮藕有果結㗎，即係呢啲講意頭嘢啦，但係都可以值得吹水嘅。就係呢班人咧設計當年嗰班人咧冇水平㗎嘛，係咪先？整條飛龍仲大鑊嗰個香港。飛得雞毛啊！笑到散收收，真係權批㗎嘛，900萬啊！唔係咯，你俾9萬，你俾9萬我，叫阿大包畫咯你。我肯定畫到好。